你係咪以為啱啱睇完嗰條片係用荷里活幾百萬美金做嘅呢？定係邊間動畫工作室流出嚟嘅絕密片段啊？通通都唔係，呢個係我用 Seedance 2.0 做出嚟嘅，而且我只係用咗10分鐘。今日我哋就要見證 AI 視頻咧由抽盲盒正式進化到精準控制嘅時代啦。測試1：物理引擎光影交互極限。我即刻話俾你知，《西遊記》嘅孫悟空同《龍珠》嘅比達戰鬥嘅畫面呢個指令點樣做。首先我要預備2張相，第一張相係孫悟空同比達正常嘅戰鬥畫面啦，第二張就係比達出氣功波呢一張圖嘅。其實我覺得個重點指令就係你 upload 咗2張相之後，你講到明佢哋係要用拳腳交手先，之後比達再出氣功波。咁講到呢兩個人個能量衝擊波同埋有耀眼嘅閃電啦，強大嘅氣流周圍呢亦都有令到個畫面呢加倍震撼嘅。大家可以重溫翻條片，孫悟空之棒上面嘅火光同埋比達出波時候嘅藍光咧，確確實實反映咗喺大家嘅盔甲嗰度嘅。以前 AI 做 crossover 只係貼圖，而家 Seedance 做嘅係實時光影運算，唔使再落幕啦，唔使再合成啦，一句 prompt 2個次元完美融合。測試2：商業價值8萬級廣告復刻。好啦，咁我事前準備咗張立邦 James 跳頭嘅一個畫面啦，一張圖啦 ，upload 翻上去，打翻指令咧，入翻咩咧？超高清電影級畫質 Nike 商業廣告，專業籃球員立邦 James 咧進行閃電般嘅快速運球，流暢過渡至完美3分嘅投籃啦，最後雙手啊做翻佢嘅 logo 招牌動作，雙手戴皇冠，講明翻係高對比嘅運動鏡頭，最後顯示翻Nike 嘅 logo 啦，同埋我製作嘅一個語句上去。嗱，你睇實個波，其實以前做視頻咧，呢啲快速運球咧個波就會消失同變形嘅，但係而家 Seedance 2.0嘅算法咧鎖死咗物理慣性，連手指嘅邊緣 motion 咧都好準，動作好絲滑。你睇到由運球過渡到去射波咧，成個動作都係好流暢嘅。I like speed. I like balance. I like accuracy. 好，拆簡翻我提示詞，我加咗啲乜嘢？跑緊步嗰陣時咧，我加 I like speed； 做瑜伽嗰陣時咧，加翻 I like balance； 射完3分球講 I like accuracy； 最後畫面咧出現翻 Nike logo 同埋我嘅製作字句啦。佢成功喺相對嘅畫面出現翻相對嘅語音，係非常之成功嘅。測試3：現實重鑄，完美動作，複製。要講到 Seedance 2.0 最厲害嘅地方咧，就係佢模仿視頻嘅能力啦。如果你想換一個角色代替原本影片嘅角色咧，係非常之容易同簡單。佢生成視頻嘅能力咧，亦都係非常之高嘅。你會見到呢啲動作咧係非常之絲滑，啲配音都配埋俾你，啲拳擊聲咧亦都係非常之到位嘅。大家可以睇一睇。好啦，咁我揾到一啲參考視頻，我想利用圖中呢位美女去代替葉問同泰神打交，咁得唔得呢？其實係得嘅。提示詞應該點樣寫呢？提示詞嗰度呢，揀翻全能參考 ，upload 翻原本嘅視頻 ，upload 翻美女張相。咁你講清楚呢，視頻1嘅葉問呢，換翻成呢一位美女呢，同佢用詠春對打，咁就 OK 噶啦。測試4：導演視覺分鏡精進實體化。好
好啦，圖入邊咧，你見到我預備咗一個9宮格啦，描述翻喺 lift 入邊打鬥嘅場面，係一男一女。咁當然咧，我亦都會準備翻佢哋兩個嘅相 upload 翻上去個指令嗰度啦。我描述翻個指令先，就係話主角1 upload 翻張相，主角2 upload 翻張相，參照翻圖片3，即係呢個9宮格呢張相嘅內容。15秒電影級真人動作短片，全部都係真人沒有動畫。下集嘅電梯裏面咧，一男一女進行激烈嘅打鬥啦，分鏡節奏極快，模仿漫畫轉場，充滿住特寫同埋撞擊感，紅色閃爍嘅燈光，黑色電影嘅美學，高對比光影。結尾咧，電梯門咧就開啟咗啦，兩人對峙嘅剪影咧就冇咗啦。測試5，情緒敘事超長鏡頭連貫性。好感人嘅小故事咧，一個短篇30秒到嘅故事，而家咧 Seedance 2.0都做到出嚟噶啦，已經前期功夫會準備得比較多啲嘅。咁喺我拆分開2條15秒嘅短片嚟做啦，咁其實會準備翻大概10張相左右，每張相大概因應翻你自己嘅需要，時長係可以控制嘅，做啲咩動作係可以控制嘅，只要你指令打得清清楚楚就冇問題噶啦。咁我呢度顯示翻俾大家睇啦，亦都係非常之犀利嘅一個function，大家係可以記住一定要用。無論你係打工定係做生意，喺社交媒體出 post， 冇可能下下都講你自己嘅產品同服務噶嘛，你唔悶我都悶啦。咁喺呢一度咧就可以幫到你手啦。我呢一個 prompt 咧就寫宮崎駿動畫風格 3D 渲染畫質，卡通人物咧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咧飛翔，然後越過維多利亞港嘅上空直達尖沙咀鐘樓。哇！你睇下個畫面幾咁有型同細緻啊！嗱，唔好再話香港冇景可以取啦，用 Seedance 你可以將維多利亞變成宮崎駿嘅天空。創意從來唔應該受地域限制。2026年馬年即將降臨啦，嚟緊只有2種創作者嘅啫。第一種咧就係依舊由零開始慢慢畫慢慢做嘅影片創作者。第二種咧就好似我哋咁用 AI 呢個作弊碼大量生產大量嘅影片。咁你想做邊一種咧？唔好猶豫啦，我已經將呢個影片最值錢嘅 prompt 咧放咗喺呢條 link 嗰度。如果你想攞嘅話，撳入呢條 link 填翻少少資料就 OK 噶啦。唔好只係睇呢條片，記得去攞我嘅指令啊！我喺 Anson 下一條片，我哋玩得再過分一啲。